9月25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：加拿大郵政宣布計劃全面停止上門遞件服務，即係話郵差唔會再送信上門。點解？加郵早前表示，今年預計將會虧損15億元。聯邦官員今日話會實施現代化計劃，令加郵可以穩定財務狀況，並確保公司嘅生存。其中最主要嘅改革係允許停止上門遞件服務，並將依家仍然接收緊郵件嘅400萬個地址全部轉晒做社區信箱。聲明又提到，現時有3%嘅加拿大人已經透過社區郵箱接收郵件，全面轉用社區郵箱可以每年為公司慳到4億。政府同時亦都宣布會允許加郵調整郵件投遞嘅方式，非緊急嘅郵件唔一定要空運，亦都可以透過陸運，估計每年可以節省到2000萬嘅成本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